三澳門帶你躍進高速 3G 時代。三澳門特約天氣報告。Hello， 歡迎收睇由三澳門特約嘅天氣報告。而家由我耶達同大家講下今日4月14號嘅天氣。今日天氣多雲，初時有薄霧，相對濕度介乎90%至97%之間，氣溫介乎攝氏18至20度，吹清勁至強勁偏東風。今日嘅空氣質量指數係介乎12至40度，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預測聽日空氣質量指數，路邊監測站同高密度住宅區係25至50，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一般性監測站係30至50，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今日自來水鹹度係每升54.8毫克，屬於綠色低鹹度級別。博烈話聽日天氣多雲，有幾陣雨，睇下衛星雲圖。預料籠罩住中國及其鄰近海域嘅反氣旋所帶嚟嘅一股清涼空氣將影響本澳天氣。睇下未來幾日天氣。預測聽日晚間天氣清涼多雲，初時有幾陣雨及薄霧，氣溫介乎攝氏16至19度，吹和緩至清新北至東北風。星期五天氣清涼多雲，有薄霧及有間中有雨，氣溫介乎攝氏15至18度。星期六多雲，有薄霧，有幾陣微雨，氣溫介乎攝氏18至21度。而星期日大致多雲，有薄霧，氣溫介乎攝氏19至23度。睇下中國各大城市嘅天氣。北京多雲0至13度，上海有雨6至8度，台北有雨16至22度，廈門都係有雨13至18度，廣州間中有雨18至22度。再睇下亞洲各大城市方面，首爾天晴0至8度，東京多雲11至15度，馬尼拉有雷暴26至34度，曼谷有霧29至38度，新加坡有雷暴25至34度，雅加達係有雨25至34度。再睇下歐美各大城市嘅天氣預測。好啦，今日天氣報告完啦，拜拜。